期待與樂迷五月之約有一種思念叫做五月之。去年天團五月天於中環海濱舉行7場回到那天25週年巡迴演唱會香港站，跟樂迷度過了一段忙又興奮的時光。今年五月天由中環海濱移師香港全新場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開唱，成為第至於啟德主場館開 show 的亞洲樂團，搶先開唱不為樂迷帶來全新感受，連五月天亦期待着這份滿的新鮮感。五月天搶灘啟德主場館引爆音樂點，今天五月天正式宣布，將於2025年5月9、10、11日在全新啟體育園主場館舉行，由特高娛樂、大樂娛樂 Live Nation Taiwan 主辦，信音樂協辦的 Mayday 5525 Live Tour in Hong Kong 五月天5525回到那一天25週年巡迴演會香港站展新啟航版，本次演唱會門票將於3月18至20日由東亞銀行信用卡開放優先訂票，每張票分別為港幣1855港元斜線、1555港元斜線、1355港元斜線、1155港元斜線、955港元斜線、755港元斜線、555港元，共開發售日期則將稍後公布，五迷們密切關注觀詳細售票資訊，請持續關注特高娛樂斜線、大樂娛樂斜線 Live Nation Taiwan 斜線信音樂的社交平台資訊，以免錯過這場別開生的5525香港站。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是全港最先進的唱會場地，場館設計以東方之珠為概念，擁有開式上蓋與頂級聲光設備，可容納高達5萬名觀眾。今3月1日正式啟用後，吸引了不少巨星爭相搶灘。不，歌手對啟德主場館都虎視眈眈，繼英國搖滾樂 Coldplay 與謝霆鋒於4月在啟德開 show， 五月天緊接於5月在德主場館跟樂迷見面，搶先正式成為首支於啟主場館開唱的亞洲樂團，為樂迷帶來全面升級音樂震撼。巨型5球舞台設計打造震撼的視覺，果五月天每次來港開唱，總能掀起五迷瘋搶門的熱潮。這一次，五月天將帶着全面升級的5525香港再度降臨，讓這場音樂盛宴回憶之旅任性前行。路與你為伍，在全新場館全面升級的舞台上，五天將攜手巨型5球舞台設計，打造震撼的視覺，果搭配頂級聲光技術，為樂迷呈現一場高規格。獻五月天特別強調，這次演唱會不只是回憶之，而是一次嶄新啟航。太平山下和你再乾一杯，在細數25年點點滴滴，五月天將與五迷一同回顧音路上的點滴時光，在這座嶄新的音樂殿堂中，再掀起屬於五月天的狂熱浪潮。而這次五月如約榮返場，邀請樂迷們一起來到這座最頂級的演會場地，與五月天再度並肩同行。Mayday 5525 Live Tour in Hong Kong 五月天
5525回到那天25週年巡迴演唱會，香港站展新啟航版演出日，2025年5月9日、5、10日、6、11日地點，啟德主場館演出時間，上7時，優先訂票，3月18日、20日票價，港幣1855港元斜線，1555港元斜線，1355港元斜線，1155港元斜線，955港元斜線，755港元斜線，555港元。